大家好，如果一生人只會睇一個推理作家，好多人嘅答案都係東野圭吾。但你有冇諗過，點解一個寫謀殺案嘅人可以令全球咁多讀者睇到喊呢？近排日本著名作家東野圭吾離世，消息一出，全球都有唔少讀者留言悼念。有人話好似送別一位老友，亦都有人話由學生時代一直睇到今日。我睇完呢啲留言，諗起世上有咁多暢銷作家，點解偏偏係東野可以令人睇完一本又一本？唔單止係日韓、中港台，甚至歐美都有大量忠實讀者。其中有唔少人平日根本都唔睇小說，但一接觸東野就停唔到。究竟讀者沉迷嘅係乜嘢呢？係懸疑、推理，定係並有原因？我發現東野之所以成為傳奇，好可能係因為佢掌握咗一個關於我哋每一個人嘅秘密。今日我就試下解構呢樣嘢。每次有人介紹東野圭吾，佢係推理小說作家，呢句話當然冇錯，但可能講咗一部分。如果一位作家只係識得設計案件，讀者睇完知道兇手係邊個，故事就應該完。但特別嘅地方係，睇完東野嘅作品，好多人真係記得嘅反而唔係件案，係隔咗幾年後都已經唔記得咗好多細節，但依然會記得某一個角色、某一句話，甚至係某一種心情，好似個故事冇真係完結，而係留咗喺讀者心裏面慢慢發酵。呢一種感覺，東野嘅讀者都明，所以我諗佢寫嘅嘢好可能從來都唔係案件。如果你細心比較日本嘅推理小說同歐美好多偵探小說，有一個幾得意嘅分別。傳統嘅推理小說好多時最重要嘅問題係邊個做嘅呢？讀者追住啲線索，希望早啲估到個兇手。但東野好多作品，當你睇到一半，甚至更早就已經知道真相，但故事唔會因為咁樣冇晒吸引力，反而越睇越想知多啲。因為真正重要嘅已經係由邊個做，變成另外一個問題，係點解？點解一個睇落咁普通嘅人，最後會行呢一步呢？明明點解有其他選擇，偏偏會揀一條最沉重嘅路呢？又或者更加令人唔舒服嘅方法就係，如果嗰個人係我又會點揀？去到呢度，我哋開始理解推理不過係東野請讀者入場嘅方法，係一個入口，真正嘅故事先至啱啱開始。我一路都覺得東野最犀利嘅地方，唔係每次都設計估唔到嘅結局，而係佢點都有辦法將一個原本距離好遠嘅人慢慢拉近，拉近到最後你開始理解佢，甚至會有一刻你會靜靜雞問自己，如果我經歷同樣嘅人生，我又會唔會咁樣選擇呢？當小說開始令讀者問翻自己，而唔係問兇手，嗰一刻佢已經唔係一般嘅推理小說。亦都係正正因為咁，讀者沉迷嘅未必係作者，而係點樣解構人。講到呢度就引申另外一樣嘢，如果東野只係其中一個作家，咁點解日本會成為世界推理小說最肥沃、最豐富嘅土地呢？我哋下一 part 慢慢講。
每個偉大嘅作家背後都有一塊土地。莎士比亞離唔開英國，村上春樹離唔開日本，東野其實都一樣。如果只係講東野一個人成功，或者可以話佢係天才，但如果成個日本幾十年嚟不停有優秀嘅推理作家，例如松本清張、橫溝正史，去到宮部美幸，再到今日新人輩出，就好難再用天才兩個字去解釋。問題應該係點解日本特別適合孕育推理小說呢？有人話日本人天生中意推理，我反而唔係咁樣睇。我覺得日本人首先信嘅唔係推理，而係秩序。喺日本生活過或者去過旅行嘅人，大概都有咁嘅印象。排隊、守時、倒垃圾、搭車唔講電話，好多規矩。日本人都未必中意，但大部分人都願意遵守。當一個社會越相信秩序，如果發生冇秩序嘅事，就會令佢哋好震驚。所以日本嘅推理小說好少一開始就講血腥，而着重喺究竟喺邊一步開始秩序崩潰呢？因為所有悲劇都唔係突然發生，而係經過一條好長嘅路。歐美嘅推理小說着重邊一個做，但日本好多推理小說想問嘅問題其實係點解會變成咁？日本嘅推理小說之所以精彩，唔係揭開真相嗰一刻，而係揭開之後，原來呢個人細個過去有咩經歷，佢一直喺度隱瞞緊啲乜。原來每一個選擇都有上一個原因，又或者有更早嘅原因。於是讀者一路追落去，慢慢發現真係要破解嘅唔係一件案件，而係嗰個人。呢一點我就覺得東野做得特別出色。佢筆下嘅主角好少係犯罪天才，亦都唔係天生邪惡，更多嘅係普通人，例如一個老師、工程師、家庭主婦、父親。正因為佢哋個個都咁普通，所以更加令人唔舒服。因為讀者唔會覺得呢個人本來就係壞，相反會一路睇，一路理解，理解得越多就越矛盾。明明知道有啲嘢唔對路，但又忍唔住問一句：如果調轉係我，係咪一定會做得更好呢？東野唔會叫你原諒任何人，或者譴責人，佢只係想讀者承認一件事：人性比我哋想象中複雜。佢每一本小說都好似擺咗一塊鏡喺讀者面前，一開始你以為自己睇緊故事，睇到最後你先至發現鏡裏面嗰個係自己。東野寫咗幾十年，日日都研究人、拆解人。咁佢自己又係一個點樣嘅人呢？幾乎乜人物都寫過嘅東野，讀者反而唔係好認識佢。相比起好多作家，佢一直都好低調，唔係好中意曝光，亦都唔會成日講乜嘢人生大道理。接受訪問都只係講自己嘅作品，而唔係講自己。有讀者曾經話，睇咗佢幾十本小說，對作者反而印象模糊。可能佢個人本身就係咁，從來都唔趕住俾答案，反而提出問題，等讀者自己腦補。如果係你會點樣揀？因為答案每個人都唔同。喺東野嘅小說，喺佢筆下，好少有所謂嘅絕對壞人，而係用唔少筆墨，一步一步咁帶你睇返之前發生過嘅事，直到讀者開始理解。我講嘅理解唔係認同，理解同認同係兩回事。你可以完全唔同意一個人做嘅嘢，但會明白點解佢會行呢一步。呢種寫作能力喺今日反而越嚟越少見。
因為喺社交媒體，好快1分鐘之內就已經有人叫你企定一邊。留言區就更加簡單，非黑即白，非敵即友。但喺現實世界，好多時都冇咁簡單。東野就用文字提醒我哋，人可以做好事，亦都可以做錯事，有時甚至係同一個人。就因為咁，東野寫咗幾十年，讀者都唔厭，因為案件、職業、年代可以唔同，但一個人究竟點樣變成咁，呢樣嘢就冇標準答案，所以佢可以寫一世，亦都可以睇一世。有咁嘅功力，寫嘅就唔再係一本普通嘅推理小說，而係一塊鏡，照住故事裏面嘅每一個人，最後亦都照埋自己。如果從來都冇睇過東野嘅作品，我反而會推薦呢部電影《嫌疑犯 X 的獻身》。我只係想講最後嗰一幕，唔會劇透。一般嘅推理小說最後都係揭露真相，讀者會有一種滿足感。哦，原來係咁。但係嫌疑犯 X 帶俾我嘅感受就好唔一樣。去到最後真相浮現，我記得嘅唔係案件，而係最後一幕嘅主角，一位數學老師好崩潰咁喊。直到今日，好多人都會記得，原來人可以咁。我哋以為知道真相，就等於故事已經完咗。但當你理解故事中人點解會行到嗰一步，心情未必係輕鬆，反而沉重。因為每一個選擇背後都有原因，甚至有更早之前嘅原因，而人性就往往隱藏喺呢啲原因裏面。東野圭吾寫嘅唔係凍冰冰嘅詭計，而係熱辣辣嘅人心。佢有好多作品拍成電影，除咗頭先講過嗰一部《嫌疑犯 X 的獻身》，仲有一部《解憂雜貨店》。唔知道有邊位聽眾都睇過，可以留言分享下。多謝收聽。